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使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哦，拄则我要来上班的时候，哦，伫咧路上踏车踏到足厉害。哎呦，我是安怎？人咧结婚娶某。哦。咁我即摆毋是咧娶我，咧娶排场咧。哦，场面咧就对啦。哦，迄乌头只30-40只啦，哦，踏有够久诶。哦，咱场面就错哦。错。嘿，唐你啊，阿摆你若嫁人吼，好，我甲你叫迄咯，温主公遐，哦，乌头只搁长哦，叫20-30台。你讲温主公？迄个殡仪馆啊。有迄种正常诶啊。根本就拢你再棺材。人我不爱啦。我要大卡车，我前几阵嘛不是大卡车婚礼，哦，很有排场呢，啊，搁有迄重型机车，你看会 fashion 呐，水哦，我不爱遐啦，我不爱啦，嘿啊，佫无够特殊啦，你无看人迄个高空弹跳，啊，佫有迄种海底婚礼哦，你若讲到高空弹跳，我就想咧，我坐迄个拉格上啊，坐迄跳伞哦，啊，就两个吼，翁仔某跳落来，啊，开始伫咧空中啊。摸我啦，都好浪漫，就明白了哦。哎呦，那恁讲这吼拢无遗憾。哦，那要特殊就是我主持28年的娶某的吼，哦，看到一组吼，迄有够特殊，用啥呢？用啥？用卡土机。对伊摸甲卡起来，啊卡起甲伊摸卡做伙，安尼你甲看偌特殊，真正哦。啊，直接卡到迄个洞房。因兜吼专门咧卖卡土机的嘛。哦，无怪哦。啊，若讲到吼，爬起来毋是操团，我专门的，我爬起来有10部。小等，你要讲爬起来之前，咱先来看伊，好不？好。这是我呀，嘿，写字稿。哦，无简单呢。哦，电子工程师呢，啊，有这个电子新贵，哦，真正赞哦。哦，一流的。无啦，迄是你唔甘嫌啦。迄厉害，拢嘛已经去做总经理啊。啊，我即马搁咧做工程师，算是上行嘛。搁欠伊哦，安尼一表人才，学问搁好。即款的人即马真少啊，足歹找。是讲借问的，你敢有女朋友？啊，有女朋友就对啦。无啦，讲出来是惊你笑。哦，我到即马也无女朋友。有影无？甲只无女朋友，哇，赞啊，上赞！借问者，你遮欢喜，啊无是甲外口大个迄广告纸有关系？对，你真巧。我喊讲哦，男性啊，25到30岁中间，迄就是要替阮哦，卫生你啊，通找男朋友啦。嘿啦，啊是讲吼，你毋知有迄意愿啊，甲阮通做朋友无？糖糖，嘿，敢是我拄则要入来时阵看到迄个小姐？有水无？迄个查某囡仔就是我卫生你啊啦，好吧？交朋友吼，我这个人是最爱交朋友。是讲我烦恼，糖糖小姐敢会看我介意？一定介意的啦！我这做阿过就介意啊，只不过伊做卫生你也无介意，会啦会介意你啦。啊是讲吼，安尼啦，恁落去交往看觅。啊，若交往若好，到尾也讲吼，会当甲结婚，我吼红包大包一个100万互你，互恁翁仔某去好好运用。哦，你这个做阿舅的出手就大方。好啦。好啦，你拢安尼讲啊，安尼我就试看觅，甲糖糖小姐做朋友。哦，来，安尼好，真好。你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替阮糖糖哦找一个男朋友，哇，迄人个喏，外好个。汉草阁水，外表阁缘投，而且阁有好个头路。伊阁答应讲哦，要甲糖糖交往，吼。人嘛才答应尔，你着欢喜到这路型。答应就表示讲成功的一半呢。
糖糖结婚的机会是愈来愈悬呢。对啦，青啊，你知无？嗯，滚啊！听到讲你要甲恁糖糖找男朋友哦，是安尼举双手双脚甲我反对呢，对我大细声，你知毋知？啊，你们团啊免插伊啦。搭伊家己吼，规娘黄啊，无家己称看卖啊，这腰到笑上低官骨唔只呢。阮小弟呢？你敢要定下甲骗收甲较歹听，拍狗嘛都要看猪啦！喂，即摆是咧讲倒一只狗啊？哦，我远远就听到你咧甲我偷骂啊！迄棍啊，嗯，你敢若妈祖边迄棍，迄顺风呢？啊啦，啊你唔承认了？哼，还阁有啦。嘿，你这做阿姐哦，甲这小人啊，你两个人陷害家己亲小弟，你的心肝真雄呢。你会喙答无？下日小可，讲煞袂？也袂要讲。啊袂哦，嘿啊，慢慢讲。糖糖啊，来，阿姑哦，甲你哦介绍一个男朋友互你，伊的名叫做英俊。英俊啊，你出来一个。来，这就是我的外甥女啊，好了糖糖，伊叫做英俊。你好，我叫做英俊。你按照阿嫂哈，垃圾手、泰国手、富贵手哈，是要阿甘蔗还是阿番蜜？你搁出来，我来剁掉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搁出来，我来剁掉，我跟你讲。君啊，你若搁出声哦，我为遐甲你记断，你就无声通出来。甲伊自我介绍一下。哦好，糖糖小姐，我叫做英俊啊，我伫一间电子公司上班，做迄工程师。我即马无女朋友，嘛无啥物不良嗜好啦。我介意去游泳、爬山、看电影，还有迄。还佫爱甲光观察呀。你哦，你规气做工做嘛，三代拢车出来，做一间高管，莫在咧拖沙啦。君啊，即摆是安怎咩？人即摆是食米粉，你住徛边仔住喺度发烧哦，你掂好无？喂，是啊，这公共场所呢，我有言论的自由呢，你给人家管哦。对，喂，乖啦哈，来等。啊，不爱啦。哎呦，来等。啊，家己我不爱啦。喂哦，这样嘞，是阮七啊，你唔是当乌白来，我跟你讲。哥哥，你莫有白讲，什么我是恁七啊？糖糖，小忍耐你啦，你小配合，我是咧替你解围啦。嘛袂使讲。哎，莫乱来哦。人生啊，替糖糖找一个查甫囡仔要来好做朋友，是有啥物唔对哈？姊啊，所以讲你就未了解青啊。青啊，这个人哦，心机真重，伊即摆要将糖糖塞入咧火坑，所以我紧甲救起来，对火坑甲救起来，若无规身躯拢碰拍，规身躯全是伤，你捌无？君啊，你愈讲愈超过呢。三我要甲阮糖糖塞入火坑，你要塞入规日互去谈笑，你即摆愈讲愈超过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过，你若安尼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啊！是啊，你我今日才看清你的真面目，想袂到是啊，你这人，你无带着讲咱遐尼多年的交情，竟然为着这个唔食人请长，这个无熟悉人，这垃圾人，要来到环境，要到车边度，你真正无良心。好啊，点去。做官伊免怎啊做，恁两个吼入去，爱去培养感情，莫插这个笑。笑，你知道？这间啦，这间啦，这间。哇，哪会这侪人啊？糖糖小姐，阮拢是误会，拢是该做朋友啊！小等下，少年朋友，迄落恁是安怎哪会知影要来找糖糖做朋友？这是谁甲恁讲的啊？1、2、3，你是我。阿姑，你哪个超过？不啦，糖糖，小姐，糖糖，你听，糖糖，你莫咧暗嘛，无斗来累啦！行，回家，莫娶哦，愈娶是愈甜。错了，不是你错了。
疼，啊，你敢无影咧吐皮疼哈？姐啊，你也毋是无看啊，迄糖糖叫因舅啊吼，啊你甲夹一个，头壳咧从我冲出去，我若无甲关心者，万一若发生啥物意外要安怎？那这你做你安吼，糖糖这个囡仔呢，袂遮戆啦。搁再讲哦，青仔家己做的代志，伊家己处理。唉，糖糖实在真可怜。我毋知是爱欢喜讲阮小弟啊，足有爱心，还是更加爱烦恼讲哦，阮小弟啊为着糖糖安尼袂死心。哎呀，我一个好小弟，你嘛好心好行的，莫遮烦好无？翻，我咧翻8摆咧翻，翻的人是你啦。我咧讲哦，你我那算凶手之一咯。你毋通当作讲你拢无代志啊。这边哪会管我？我要哪会知影青仔这件代志安尼愈舞愈大条？哦，愈讲愈伤势，你即摆用代志安尼提甲你，敢若拢无你的代志。我咧讲哦，糖糖万了3顿2底吼，我哦。你安怎？我。安怎着讲？巴肚枵吼。我煞毋知影你啊，紧张也巴肚枵，受气也巴肚枵，冤家也巴肚枵。好啦，乖乖遮坐，吼，我来煮饭连面好，别拍拍照哦。原来阮姐上了解我。糖糖啊，糖糖，你一定爱反抗，我真心想甲你支持。糖糖加油，糖糖加油，糖糖糖糖糖糖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呦，糖糖啊，你是去倒位啊？哪还袂转来啦？我要着急死，我真正实在吼。哎，头家，哎，糖糖要无消息啊？我看该报警，请警方斗相共找人。哎呦，唔免报警啦。啊，糖糖也毋是3岁囡仔，啊，搁再讲，伊即摆是你家激气啦。迄若气若消吼，迄个自然就转来啊。唉，是讲头家，你要替糖糖找男朋友这件代志，你是毋是无甲糖糖参详？啊无，伊哪会遮生气啊？我著想讲来读册，啊，著搁补习，煞落转来著搁做功课，啊，遐尔无闲，通啊交男朋友。我这做阿舅，尽一个责任，代替伊找一个男朋友，我哪知影伊真正会受气，吼。是讲吼，即摆少年人啊，迄想法、迄自主性拢较强。啊，所以讲，虽然讲你是好意要替伊安排，但是伫伊看来，你是无尊重伊呢。对，这少年讲安尼对。但是恁即马哦，糖糖的心肝来想法吼，都是像这少年讲的安尼。所以呢，伊才安尼飘一个撞出去，到即阵也毋转来。哦，丽丽啊，啊，咱即马代志啊，到即个地步，是要安怎来解决？啊，糖糖才袂生气。取消替糖糖找男朋友这件代志。无毋对啊，伫即方面啊吼，你莫互伊压力，啊无你甲安尼糖糖就袂生气啊。少年，我感觉你吼真正袂歹哦，无亲像一寡人，我头脑拢袂变巧。我感觉你哦思想真正确，吼啊处理代志阁真理智，阁真稳重哦。多谢你的婀娜啦！啊，这位小姐，毋知你几岁，安怎甲你称呼？甲咱做一个朋友。你原来对老有兴趣呢？无啦。无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是咧玩闹。但老就老啊，你家人知，咱都还假少年，你看起来嘛差不多28岁尔。加在哈，我来讲一句，钱啊，真正毋是我咧爱念的，像即边恁糖糖的代志，迄就是你吼，迄支喙拢袂晓讲好听话，啊做代志匆匆忙忙，袂晓关键国啊，迄无怪恁糖糖吼，会毋爱插伊甲你激气，你应该的。糖糖你转来。等，你是去倒位啊啦？哎呀，阿舅安尼吼，足着急的，你知无？我去找同学开讲啊。糖糖啊，你既然有去找同学开讲，安尼气应该消啊啦吼。讲正经的啦，恁阿舅的出发点嘛是好的啊，对无？是警察讲吼，伊无事先甲你参详吼，安尼是毋对啦。毋过我相信哦，你嘛会当体会着讲吼，恁阿舅伊是疼你、惜你，毋知安尼做好啦，莫阁甲恁阿舅激气啊吼。阮做事细，哪会感觉时大激气？我要入来房间写报。你食未啦？若袂食，我就煮一个面互你食。有啦，我有带阮同学去食牛排，我要入来内底写功课，你莫甲我吵。
哎，咱伫烦恼讲伊食袂啊，人结果讲含同齐去食牛排。我看糖糖心来去，应该是还袂消啦。我看你等下甲伊讲话，就要较细腻咧。好。哦，啊来一个人啊，那个，你要住眠无？阮开心民宿还阁有房间哦，来内底请哈。卖吵，上边仔去啊！哦，飞机啊大。头家来，头家，啊，唐唐小姐，要甲大家宣布一个代志吼，这个高男兵的代志就取消，啊以后吼，莫过来来找阮糖糖吼。取消啊？用怎啊？无安尼，摕咧吼，发200块哩，啊以后吼，莫过找阮糖糖来。摕啦，好，谢谢。没。开始。200秒。200谢谢。Thank you。别，再来这，莫过来，小哥莫过来，别。当然，你也甲我摕钱，这款钱你摕落，啊？你搁用2手甲我摕，你下3代你唔知安尼，下流！啊，我就大家咧排，我嘛咧排啊。行啊！啊，我你我甲你摕着人个，你无我你嘛是有发小意见。我摕着人个。糖糖，啊你行李看看，你是要带啦？我要离开家啦。哎呦，你别去走啦，你别去走啦！哦，糖糖诶，你真正搁咧甲你阿舅急去，真正要离开家哦？系啊，我只有离开天天民宿吼，唔则袂搞那久忝啊。哎呦，糖糖啊，阿舅就一时冲动哦，莫才会去甲你讲哦，事属主张去替你找一个男朋友，你就莫安尼，莫甲阿舅急去啦。好啦，互恁阿舅留一下啦。你看伊安尼可怜家己，我咱做生意的咧甲你留呢，好啦，互留一下，阿莫离开遮哈。对，唔通离开啦，你若离开吼。哎呦，你甲阿舅安尼住好势好势，你离开阿舅是足无伴的咧，足寂寞的呢。莫离开嘛会使啦，阿舅你爱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莫讲一个啦，100个我嘛甲答应你。袂当感谢我的叔叔。啊，当然哦，我袂去干涉你的叔叔，要互你的恋爱拢自由的，好无？啊，袂当搁替我找男朋友好，哦。我袂搁替你找啊！好，那安尼我就搁留来陪阿舅。赞啊！个性，我改。糖糖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闲你会使靠我。哦，丽丽姐，喂，你嘛会使靠我。好哟，我再问糖糖哦。对，啊，安尼我来先走啊。啊，对啊，头家，你迄100万，我100多赚。好，安尼我先来走，有闲小可等下甲大家看。好，孙行吼，用再来倒开心民宿啦吼。拄只迄个少年的帅哥讲100万，你是开什么条件哟？哎呦，无啥物，无啥物。糖糖，阿公哥哥，行哈。啊你来外乡，你要创啊？我袂用互你家一个离开啊，我要甲你做阵走。我？对，咱来去吼，远走高飞。我跟你讲，咱来去吼，真正的所在，不管讲是天边，还是海角，咱会当敢若袂是鸳鸯水下安尼两相随，永远要做对。尤其是吼，咱来去吼，一个无人所教的所在，来遐结婚，来遐生囝，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吼。安尼就足，我甲你讲啦，你若甲伊结婚，佮甲伊生囝吼，迄真正是足乱伦的啦。我也煞唔知你咧食醋，人我甲糖糖哦，哪是这样？够啦！人糖糖哦，安尼行李赶咧要离家出走，你原来行李开咧要对糖糖走。无啦，我是讲伊家己一个吼，较无伴啦。吼，你就袂烦恼恁姊也无伴。姊仔，你都去讲推仔咧陪你咧。君啊，姊也吼，嘛毋是讲遮尔无人性，遮尔歹参详吼。你若要离开遮吼，我答应你，是讲你若离开了后，就免想要搁踏入迄个大门一脚步。糖糖哦，我要走啊！啊，
你袂走？我穿几个月的衫，你真袂走？无我慢慢走好你，真正袂走吼？只好，我等啊！只好，我真正毋捌看过遮尼无路用的做。我巴肚会晓啊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今日天天又开心的小故事，一个某较好生的天公祖。什么意思？较早这个清朝统治咱台湾的时阵啊，伊有一寡清朝的人要过来咱台湾，但是政府咧有一个规定。什么规定？一个查甫人过来袂用带伊的某囝过来。哎呦！所以每一个来查甫人咧来到台湾，敢若有原住民，啊个汉人，拢查甫较济少。迄个查甫诚少，所以若会当去娶到一个某呢，真正较好生的天公祖。哦，为师为贵，对啦，遗憾嘛。啊，人讲吼，听某喙大富贵，听某大丈夫，拍某就地高牛。有影，哎，我嘛捌听人讲呢，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嘛。啊，若毋是讲翁仔某是小欠债。哎，啊哥哥，啊你若甲嫂啊冤家时，毋着爱翁婆，床头拍啊床尾好。我毋捌咧床头，我拢床尾。床尾就好啊啦。就无的就对啦，感情真好啦。对啦，讲实在，身为一个查甫人哦，我上欣赏一个国家，哪一个国家？啊叫苏瓦济兰。苏瓦济兰咱有啥物好欣赏？人迄一个查甫条娶几个百个某拢无要紧的，苏济人个了，真正身体看得起哦。迄我欣赏。但是我若去看到就是较尾，我是看到交往哦，30-40个交某伫咧等。你也知我受教的，我受教的，你更无法度，无法度啦。你两个拢受教，我知。我感觉一个某倒车拄啊好啊啦。是啦是啦，这一夫一妻啦。啊，你上拄好啦。哎，哥哥，这时间你过哪遮紧？30分钟又搁到啊，啊要甲大家讲再见啊呢。对啊，伊个是要庆祝着咱建国100年啊，祝互咱天下间所有的翁仔某拢会当啊，100年好合。心寒冷，思念像雨落呀落袂停。无过中秋，搁再阮斗相情。为何爱恁的心对阮这无情？甘愿为爱牺牲，向天来证明，可惜真心亲像秋月苍天。